當我哋今日安靜喺主嘅面前，讓我哋都帶住一個平靜安穩嘅心，單單尋求神，單單渴慕主嘅同在，將今日呢一個時刻分別為聖，將呢一段時間歸於神，被神使用佢嘅話語嚟觸摸我哋嘅心。請你嘗試將自己心中嘅重擔全部放低，交俾主，讓主耶穌嚟安慰你疲憊嘅心，同埋你疲倦嘅身體。讓每一個嘅深呼吸都可以幫助你專注喺神嘅身上。讓我哋一齊吸入從主而嚟嘅醫治，呼出你所有嘅重擔，吸入主耶穌帶畀你嘅完全釋放同自由，呼出世上嘅事物對你嘅捆綁。再嚟一次，吸入從主而嚟嘅醫治，呼出你所有嘅重擔，吸入主耶穌帶畀你嘅完全釋放同自由，呼出世上嘅事物對你嘅捆綁。請繼續你嘅深呼吸。當你可以安靜喺主嘅裏面，請你謙卑自己嘅心嚟領受神嘅話語。哈巴谷書3章2至6節：耶和華，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。耶和華，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，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，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。神從提幔而來，聖者從巴蘭山臨到，他的榮光遮蔽諸天，頌讚充滿大地。他的輝煌如同日光，從他手裏射出光線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。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觀看趕散萬民。永久的山崩裂，長存的嶺塌陷，他的作為與古時一樣。藉着聖靈嘅提醒，
請你開始默想呢一段經文，自己有冇一啲嘅罪係需要喺主面前認罪悔改呢？有冇邊一啲嘅方面係虧欠咗神呢？喺我嘅生命當中，我有冇尊主為大，敬畏神呢？你都可以憑住聖靈嘅帶領，進入神想你默想嘅內容。默想完之後，請你向神獻上你嘅祈禱，求神顯出佢嘅作為喺你身上，復興你嘅靈命。求聖靈提醒你，唔好將眼光擺喺人哋嘅身上，或者教會嘅上面，而係擺喺自己真實嘅屬靈光景嘅上面。求聖靈帶領你嘅默想同祈禱。哈巴谷書3章2至6節。耶和華，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。耶和華，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，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，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。神從提幔而來，聖者從巴蘭山臨到，他的榮光遮蔽諸天，頌讚充滿大地。他的輝煌如同日光，從他手裏射出光線，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，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。他站立量了大地，觀看趕散萬物。永久的山崩裂，長存的嶺塌陷。他的作為與古時一樣。如果頭先你嘅默想同祈禱仲未完成，
而家你可以繼續。如果你完成嘅時候，都可以同神立志，我每日都要有同主親密交通嘅時間。我宣告神會復興我嘅靈命，我要影響我身邊嘅人，以致到我哋嘅教會都會得着復興。立志完之後，都請你享受呢一刻嘅寧靜同平安，確信神必定喺呢一條路上與你同行。最後向神獻上你嘅感恩。